今次又試下德國風情，嚟多倫多個半鐘頭，2日1夜遊啊！我哋星期五下午出發，第一個目的地就係去食晚餐，德國嘅鹹豬手。呢度有歐陸式嘅古樸風味，一路食住德國嘅鹹豬手、燒排骨、德國香腸，配上佢哋自製嘅鹹酸菜啊，聽返首99 Balloons 就好似去咗德國咁啦。晚上就入住當地嘅 motel。勝在係方便同埋平嘅啫，咁啊唔能夠要求得太高嘅，咩都唔好諗啦，瞓醒聽朝一早就去聖 Jacob 嘅 Farmers Market。我附近仲有一間特色嘅酒鋪同埋好細嘅 Outlet Mall 都可以遊覽一下嘅。大家都可以睇到啊，聖 Jacobs 嘅 Farmers Market 呢就好大好多嘢睇嘅，好多精彩嘅地方呢，我都係留俾大家自己去探索啦。記得帶個大啲嘅袋入去喎，因為你會買到好多新奇新鮮嘅蔬菜生果，食唔晒咪送啲俾啲朋友咯。